即擺去國道3號哦，這個南投休息站吼，會當去2樓來搭行搭者。你看，這有一個展覽，這是藝術家黃俊仁哦，伊的展覽內底是畫就是高山巡山員伊安那維護步道、記錄生態的過程，真趣味，大家當參考一下。一百繪本作品，佇咧南投服務區2樓美術區展覽，多位巡山人員派叮當的裝備，除了巡查環境、維護步道，佮要排除沿路障礙，來守護遊客入山安全。其實這個還蠻有特色的，所以我們在這裡吃飯，還可以邊欣賞這一些畫展的部分。來自南投縣信義鄉的黃俊仁是布農族的藝術家，這邊受到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，把玉山的自然景體和布農族甲山林之間的情感轉化出繪本作品。也要去修繕我們的步道，所以他們真的很辛苦。那真的來看才知道，說我們怎麼去呈現這些許山員的故事。黃俊仁用畫皮保存山林記號，和南投服務區唔那是旅遊的休困站，更加爭取民眾探索玉山生命故事和布農族文化頭一站。